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出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外邦教会一张公开信，所以伊毋是干那写给以弗所，伊写给真侪教会，大家轮流看。后来以弗所将伊这张批来收集起来，所以咱今日较看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中间提起着真侪关系教会的代志，特别关系信徒爱注意的代志。今仔日这段经文多是保罗对信徒，也是伊伫主内所传福音给因，伊感觉是亲像伊是主内所生的儿女，所提出的一个真重要的勉励。伊提出属灵的儿女需要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爱保守公音。这个保守公音，这个公音这个字原文叫做 kairos 这个字也当翻译做时间公音啦也当翻译做机会。所以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伊来翻译做爱善用每一个机会。但是你若看和合本圣经，伊是翻译做爱惜公音来武汉语本伊是来翻译做保守机会所以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机会。所以咱分两礼拜来讲，咱今仔日这礼拜，咱先来讲爱惜公音，爱保守公音，然后后一遍咱才来讲爱把握机会。所以咱要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当透过圣经，就是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你今仔日提醒阮爱保守公音，所以我们认真来学习，来好好来使用你所赏赐阮这么宝贵的时间。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静静听，然后将伊实践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伫过去无数月来到台北进前我伫南部的时阵，我有参与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就是咱伫2009年，咱长老教会有完成一本新的圣诗咱当然咱即马咧使用的也是旧的圣诗但是有时牧师会选一寡新的圣诗的诗歌，互大家伫礼拜中间使用这本2009年这本圣诗完成了我发现到其实伫长老教会中间，抑有真侪无共款的族群，因是用无共款的语言来使用礼拜所以就分过来小组有客家小组将新的圣诗翻译做客语牧师是参与伫其中一个小组将台语的圣诗来翻译做华语伫翻译圣诗的过程中间，就翻译到这首圣诗465首这首诗歌咱拢做不是吟就是咱人生命无定得，一寸光阴着保守。生前紧紧反悔做，死后要改无机会这首歌大家拢会晓吟嘛其中有第2站是安尼讲老人衰弱气要长过往时刻难拍算亲像鸟只紧紧飞，溪水流落直直过这台语的诗歌是写了真水但是你若要翻译做华语哇，这就歹翻对吧像后壁这红色的这句对吧咱翻译若直接翻译如同小鸟快快飞溪水流走直直过无好听嘛。咱咧翻译有三准则嘛，就是爱信达雅爱忠实伫即个原文第二就是讲有时阵咱通做一寡改变，但是爱甲原文的意思相共甲文雅这到底怎样翻？阮就用足侪时间去翻译啦咧翻即句的时阵我有想到，我伫高中捌读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底有一句话就是讲
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讲，有一个孔子徛伫咧河边，看着迄溪水安尼一直流，日也流，暝也流，伊感觉讲哇，时间就亲像安尼啦，咱普通人徛伫溪边，拢看到内底有鱼啊，要掠开食着但是铁学家甲咱无共款伊徛伫河边，就感受到迄个时间咧过那亲像安尼啦，所以我就用即句来解啦所以我就即句亲像鸟只紧紧飞，溪水流落直直过来翻译做光阴似箭，转眼飞啦不舍昼夜，东逝水所以来翻译做安尼所以你若即马，你若唱新的圣诗会华语版的爱知影即句是我翻的啦但是咧翻译这个时过程中，我哋常用爱唱即首歌啦即首歌其实是来讲咱人的人生真紧就过咱若对生命较敏感淡薄咱就知影哇，咱时间过了真紧，你敢会感觉呢？咱改像无偌久之前打咧过年尔，即摆已经到11月啊呢，佮过一个外月的，佮新的一档佮要来啊呢。所以感觉讲哇，时间较过了遐尼紧佮加一回关系时间通常咱人有两种无共款的极端两种迷失第一种就是安那，感觉时间无够，对无？咱伫生活中间常常去听到人讲，哇，歹势我无时间，我时间无够用，我时间拢是一工当做两工用，一点钟当做2点钟用，这是真侪人发出的困难因为咱拄好踮伫一个人类历史上上界无用的世代，咱拢真无用啊！有人咧讲一个城市紧张的程度甲即个城市的人行路的速度有关系。这真正是安尼。我过去伫台南因为去台南咧散步迄台南人咧行路拢真慢的有哪行有哪行我来台北我甲大家咧行路拢足紧的有一遍我去纽约，哇！我行咱用咧走的迄个乌里桑、乌巴桑都走比我紧。我行路速度真紧大家伫真无用的中间，可能拢做想讲我的时间无够，我要赶紧行，赶紧去办我的代志，时间真正无够用这是一部分的人，伊会感受到讲，时间真有限，无够用我想咱中间有人有即款的感觉，但是有时阵你可以听到另外一种人讲，我够无聊的呢，这段时间毋知影咩用小够无聊的啦，毋知要创啥，坐伫遮想代志也无啥物代志通做看时间看开袂了，所以对伫时间，咱有两种无共款的迷失，一种是。有时阵咱的时间无够用，有时阵煞毋知要做啥物代志，所以今仔日这篇信息是面对这两种人所讲的那你若感觉你时间无够用，你会当认真来听；你若感觉你个时间伤济，用袂了，你嘛爱认真来听当然有时阵感觉时间无够用，有时阵感觉时间伤济，咱拢会当认真来听这篇信息。首先，咱先来看这个时间咱拢知影时间过了真紧，我拄则有讲过我今年58岁，我人生已经过差不多一半了，那超过一半啦。就是讲，咱人生一时就过真紧咱生命就是安尼，咱来面对这个现实，就是咱的时间实在是真有限，真正无济，有一天一定会消失。所以，咱应该爱把握这个有限的时间，互伊成做真侪可能性。所以，圣经中间咱来看诗篇90篇，听讲是摩西所写的，有一寡圣经学者讲摩西所写的。伊讲啦，
求你教是阮所剩阮的年日，通好互阮的心有智慧。这所剩这个字意思是讲，求上帝帮助阮，会当真注意、真珍惜，会当每一个日子，咱亲像咧算安尼共款，拢真注意、真珍惜。咱知影咱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日子拢值得咱珍惜，互咱心中会当有智慧来运用咱的这么短暂的生命，来做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来学习会晓爱惜、保守这个公音，咱要通过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来学习。其中这个爱惜公音、保守公音这个字，保守伫原文的意思是赎回的意思，对，放弃搁要来赎回倒来。咱讲时间走过就走过啊，可以当赎回。意思是讲对的时间，咱爱用代价，爱用尽方法来赎回来，互咱的时间会当变较济。为什么要爱用尽方法，用尽咱的气力去赎回这个时间？因为保罗人讲，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今日咱所徛起的世代有真侪物件会吸引咱，互咱浪费时间。其实咱若思考，好好来思考，咱就知影，咱今日徛起这个时代比保罗迄个时代有更较侪物件会吸引咱离开上帝，互咱来引带。所以咱爱尽力来赎回。那对这要赎回进程，咱爱先了解魔鬼伊手下有一个世界魔鬼，这个魔鬼是咧做啥物货？伊叫做时间杀手伊叫做时间杀手光阴小偷啦，伊是咧偷摕咱的时间的啦。伊要偷摕咱的时间，伊有4种方法。咱爱清楚伊用的方法，咱才会当对付伊。第一种方法就是用一寡世间的物件去吸引你的目睭，吸引你的心思意念，用一寡吸引人佫无路用的代志来偷走你的时间。咱若看圣经中间安尼讲，因为既然世间的事，亲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而且今生的骄傲，拢毋是对上帝来，拢是对世界来。意思讲，这魔鬼用世间的物件来吸引你，占用你宝贵的时间，目的就要互你浪费时间啦。因为有一寡物件咱若用正确的用途顶面，会通带来咱真好的消遣，真大的帮助。但是你若沉迷伫内底，就夺去你的时间。譬如讲，有真侪人爱拍迄个电脑游戏。网络游戏对无？迄5年做一寡用一段时间去做，可能当消遣，会当放松。但是你若沉迷伫内底的时阵哇，伊就剥夺你所有的时间啦。咱看有一寡青少年不一定青少年年纪大的嘛有无眠无日拢咧佚佗。无眠无日拢咧佚佗。我有一工。去等去阮迄个美术馆美术馆大概知影伫到园中园遐有一工下骹围足侪人我奇怪，看今仔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原来大家伫遐咧掠迄个宝可梦一堆人看有人佫面拿摕一支手机摕几6支手机伫遐咧耍。这物件你若做消遣，会当带予你真大的快乐，会当放松。但是你若沉迷伫内底的时阵，哇，安尼就浪费自己的时间啦。有一寡人爱看电视剧，是讲有一寡人爱看迄个电视的政论节目，咱看一个消遣一个是会使。但是你若沉迷有人讲无看困袂去，看了佫困袂去。安尼就凄惨嘛。就是讲，
魔鬼会用这项物件去吸引你的注意力，互你浪费时间。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吼，伊就互你无目标。咱知影一个人若无目标、无方向吼，伊就迷失伫即世间，流浪伫世界中间吼。所以圣经中间吼讲，若无异象，百事就放荡吼。异象是啥物货？圣经中间讲，异象就是上帝引带啦。你若无上帝在你引带，有正确的方向，哇，你就迷失伫即世界。所以有一句话讲，有个人活到好亲像未死。佮死甲好亲像无活过共款，咱人生有时啊，安尼一下就过去啊，无目标、无方向，浪费时间。啊，第三种吼，这咱有时有来犯着，讲一寡闲话啦，讲一寡无营养的代志，哦，啊，这毋是咱今仔日人会安尼啦。保罗迄个时代时阵的人就是安尼，哦。保罗有一遍去到一个城市叫做雅典，所以你若看《使徒行传》17章，哦，保罗开始人伫雅典的街路安尼行来行去，伊发觉讲安那，伊讲原来雅典人甲所有伫雅典遐旅行的外国人，拢真欢喜将时间全部开伫谈论新闻、甲探听消息顶面。哦，这就是。拢咧探听其他的消息，啊咧讲一寡八卦、一寡新闻，啊，甲人伫遐讲一寡无营养的物件。啊，其实迄就是当时阵人的生活。牧师捌查过即个，捌带大家查过即个以弗所书嘛？咱今日读的即以弗所书，以弗所吼是一个城，现在抑阁有迄个古城保留伫遐。啊，你若去迄个。土耳其旅游的时阵吼，你有可能去参观以弗所城。啊，以弗所城内底吼有真侪即留落来即个古早时代的设备吼，你会去看到即个物件。啊，即个物件是啥物货？大家看袂出来对无？我来放互较近的，你就看会出来。哦，就是公共便所啦，吼。啊！你会感觉奇怪，我这公共便所，我一空吼，开中拢无价。因迄便所其实毋是要互人真正去遐便所的，有迄个功用吼，但是吼，牧师但讲，迄其实是一个真现代化的设备，迄是世界第一个自动冲水的便所。哦，因为你即摆安尼讲个较无卫生啊，你安尼放来了吼。伊下骹有一条沟，水会流过，吼，将咱的排泄物拢集中伫一个所在。啊，当时阵的萝卜因会去遐清，吼，伊才有一张图，吼，这是后来人将迄个实际的图来画出来，吼，就是画安尼，吼。当时阵的人就入去内底便所，吼，然后伊中国有一个池仔，吼，啊内底放一寡类似醋的物件啦，吼，啊迄。萝卜拢会将一支锤啊吼，绑迄个布，啊，大家当浸迄个醋的物件，当消毒吼，啊，然后清去家己的排泄物了，把迄支锤啊拢来等咧迄个便所坑内底，啊，水就流去，啊，集中吼，所以这是真舒适的一个所在。但是你来看这张图吼，你来看，因为我这一群人对无？你看，即个较认真咧放尔，厝内拢无做认真，为虾米？其实因去遐主要的目的毋是要去遐上厕所啦，主要目的是要去遐甲人开讲的呀。所以你若看古早的影片吼，因有出侪迄个公共浴室，啊，是用公共厕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人去遐吼，甲人开讲啊，甲人。讲八卦啦，聊是非啦，这就是因一种当时阵吼社交的场合啦。所以这就是因的生活。所以保罗讲哇，当时阵这个人吼，因将时间全部拢开伫这个顶面，
所以伊感觉安尼袂使，所以伊特别你若看伊对提摩太提醒伊讲，提摩太啊，你要好好持守你所接受的交代，爱避免遐无敬虔的空谈，甲所谓知识的争论。甚至你若看提摩太第5经书的第5章，伊讲有一群人吼，讲因学习浪费时间，吼，挨家挨户的，就讲一间厝吼去串门子，吼，更加凄惨的就是因说长道短，专管营仔事，吼，讲一寡无应该讲的话，所以当时阵已经变做一种风气啊。无论伫教会内底、教会外面，大家拢是讲这空谈、无营养的代志。保罗讲，这就是浪费时间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嘛爱提醒咱家己哦。咱来到教会内底，咱甲别人交陪，特别伫小组、伫团契中间，咱应该爱注心伫上帝的话啊。讲上帝话，毋通讲伤济，才会空谈，才会用仔话，这就是浪费时间。这是魔鬼的第3个手法。魔鬼的第4个手法是啥物？互你做无用。这个光阴大道还有一个规矩，伊互一寡人看起来真无用，但是确实咧浪费时间。有一寡人开真侪时间，改成咧工作，改成咧开会，这边撞迄边撞，但是拢无效果。其实这人就是中了魔鬼的一个规矩。魔鬼来讲，你一定爱非常无用，无用才证明你是一个重要的人，无用才证明你充分利用时间，无用才是荣耀上帝。其实这真大毋对，伫无用中间。咱的时间被偷走。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傅士德，有写一本叫做《属灵操练礼赞》，内底伊写一句话，伊讲：无用毋是属地魔鬼，伊本身就是魔鬼。所以就是安那，意思讲，咱爱好好来计划咱的时间，咱应该爱将咱的时间好好来谨慎来利用，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面对时间，咱有3项建议，咱做伙来看。第一项就是爱谨慎行事，用智慧来处理代志。经文大人讲，你爱谨慎行事。谨慎的意思就是爱细腻、爱详细、爱有计划。细腻谨慎来计划，会当帮助咱避免真侪时间的浪费。如果你若真想要伫未来会当有真大的丰收甲成长，咱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毋通马马虎虎，毋通凊凊彩彩。咱来做计划，咱嘛毋通讲别人讲啥物话，咱就对人讲啥物话；别人做啥物话，咱就对人做啥物话。咱爱求上帝在咱引带，诚做一个有目标、有意向的人，来谨慎做每一件代志。咱用智慧来面对咱所做有的代志。圣经大人讲，毋通亲像愚公人，爱亲像智慧的人。这是用上帝予咱的智慧来计划。特别是咱即马年尾啊，咱每年都要逐项事工。咱拢求上帝来帮助咱，所以牧师有一个提醒，就是你咧做决定之前，你要用较侪时间去祈祷。路丁马丁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我因为太无用，太侪代志要处理，所以我一天爱开3点钟来祈祷，我才有能力去面对。意思讲，祈祷互伊真清楚伊所面对的问题，祈祷会当帮助伊。去明白上帝引带甲上帝计划，所以咱爱开较侪时间去祈祷，毋通爱匆匆忙忙，想到啥物会做啥物会。咱做代志进前爱有计划。第2项，有诶原文圣经咧翻译，即句话诶时阵伊将爱惜光阴来翻译做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ime， 意思就是讲，将你的时间做上界有效的使用，做上界有效的应用。咱头前讲过，咱每一个人时间拢是有限的，而且时间对咱是公平。咱每一个人一天拢是24点钟，每一个人一礼拜拢是168点钟，一冬拢是365天，每一个人拢同款。咱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爱将时间看作是上帝予咱上界好的礼物。咱积极来使用咱的时间，将时间做上界好的利用。咱着做好计划，工作的时阵咱认真工作，要休困的时阵爱彻底休困。有个人工作的时阵想要休困，休困的时阵搁在少年工作，叫两项拢做袂好。所以咱着是将咱的时间好好规划，做上界有效的计划，将时间做上界好的利用。最后一项。牧师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咱应该爱明白真理，做对而且重要的代志。圣经同咱讲，唔通做糊涂的人，爱明白主的旨意是安怎。咱来知影一件代志，就是明白真理，会互咱整个人生观改变。所以对咱来讲，咱的生命应该爱开较侪时间伫明白上帝的真理顶面，因为明白上帝。咱生命中间的计划，会互咱去做迄个对而且重要的代志。我都要讲过，咱时间是有限，咱若讲无限的时间，咱啥物代志拢会当做嘛。但是因为咱的时间是有限，所以咱只好选择迄个对而且重要的代志，对咱有帮助的代志来做。保罗嘛来讲凡事拢通行，但是无一定有利益；凡事拢通行，无一定拢造就人。意思是讲咱来选迄个会当有利益，而且会当造就人的代志，咱来做。咱去选择这个代志做的时阵，会当互咱的生命更较丰富、更较精彩。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手中的时间拢有限啊，咱真正爱把握这三个原则：谨慎行事，用智慧来处理代志。把握时间做上界好的利用，明白真理，做对而且重要的代志。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爱保守你予阮的时间。求主赏赐阮智慧，予阮会当把握时间做上界有效的使用。也知影上帝计划，照上帝计划去做，来荣光你的性命。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